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明继续来关心今日这个疫情哦，这个数字的表现吼，真正是袂歹吼。虽然咱讲到吼，这个今仔日咱讲吼，这个三级警戒这个部分吼，延到7月2日，但是咱刚看这个数字啦吼，18个确诊吼，死亡人数是3例啦吼。咱讲这是全国三级警戒吼上低一个数字。另外，虽然这个新增加3例死亡，但是咱讲吼，这就是反映过去一波时间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虽然延到7月2日，但是一寡这个民生也是这个消费的一寡场所，7月13开始都会有条件来去放宽吼。咱等下好好讨论食食的部分，运动场啦吼，跟健身房。高中以下这个校园的这个运动场、电影院、展览馆，这拢会当有条件来去放松。另外，咱嘛好好过来感谢日本这边吼，这回咱看到讲113万ton AZ。预防射疫苗已经来到咱台湾了，非常感谢。尤其咱看到讲，日本在7月23就要办这个东京奥运哦，真无用，够法度甲咱斗3工吼。但是因为着要办奥运，因的这个吼东京遮个4摆吼，第4摆来去发布紧急事态这个宣言吼，就讲咱讲吼这个奥运期间拢是这个紧急状态这个宣言这个部分吼。另外，咱拢总算起来加上这个113万。当预防射是日本送咱，即阵咱台湾已经超过700万ton疫苗，安怎有效吼？咱讲吼一波一波安尼甲做过，咱讲涵盖率爱甲提升啦吼，安怎有效率吼？这是一个重点。另外，咱嘛要继续来关心着讲吼，咱伫咧吼一寡这个民间团体也好啊，一寡这个商业机构吼来去买一寡这个预防射这部分，尤其咱看到讲这个鸿海、台积电佮有资助。这个基金会啦吼，要向 BNT 买疫苗，但是是毋是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干扰？各大班家吼，甚至讲吼，这个上海福清是这个唯一的这个管道啦吼，但是咱讲这个德国。这个吼在台协会这个处长王子图伊讲吼，台湾伫咧买疫苗的时阵，拄到真侪种的这个阻挡。德国政府会来讲吼，来呼吁 BNT 吼，尽全力来达成协议啦吼。咱看到讲，德国政府伫遮嘛欠点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角色。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中国吼，这个疫苗吼，一个国际上有一寡这个争议伫咧，尤其咱看到讲新加坡，即阵讲无信任因这个注射这个认证。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印尼这个案例啦吼，这个印尼有这个科兴吼临床试验的这个科学家。治病来过身吼，所以咱讲中共这个科兴疫苗，这个有效啊无效，受到真大的这个质疑啦吼。但是咱嘛讲到7月23，安尼这个7月13吼以后，咱有一寡有条件的这个解封，但是咱讲过去所做的吼，喙炎出外嘛是要继续来去做维持啦吼。咱讲未来7月2日拼3级降2级，才有法度来达成吼。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洪德仁。主持人，咱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基层医疗协会副秘书长刘汉忠。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再来要邀请台病院小儿部感染科主治医师卢俊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来讲到吼，7月2日，本地咱讲7月12吼，会当望到这个降级的这部分，但是这个指挥中心为着慎重来考虑啦吼，尤其伫咧社区要有一寡这个感染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讲有一寡民生啊，这个经济部分，豆啊来去放宽放松啦吼，咱头讲到这个运动场也好啦吼，运动场所啊是电影院，甚至展览馆，拢会当有条件来这个松绑放宽，先听指挥中心安怎讲。我们总共本土有18例，那3例境外移入，那死亡个案有3例，这是我们台市再把3级的警戒延长，那不过适度的松绑，外出全程戴口罩，室内5人，室外10人以上的家庭聚会，那同住者不计和社交聚会，要维持这样的一个规模，各级学校、幼儿园、儿童课照中心及补习班维持现行的机制，卖场及超市加强人流管制。那结婚不宴客，丧礼不公祭，暂停宗教集会的活动。那如进香团绕境普渡，那宗教场所也暂时不开放。户外国家公园、国家风景区、游乐园区、休闲农场、森林游乐区、植物园。文化园区、学校、操场、驾训班，在美术馆、博物馆、电影院、表演场所，那表演场所、场馆，我们还暂时先不要有观众。
当然会根据整个疫情再做一些调整。社交机构、文化中心，那室内外的运动场所，这个是开放的。那但是游泳池暂时因为口罩啦，整个的还是有它的一个困难所以先不开放。那餐饮场所指的是餐厅、传统市场及夜市、百货卖场、美食街、美食区等，要符合指挥中心的指引，才可以内用。延长着呢需要关闭的场所，叫休闲娱乐的场所，那教育学习的场域，观赛的场所，像会馆、展馆、游泳池等。那这些我们等一下都还是会有个别的一些相关的规定。现在看来讲全台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26，安尼算起来自5月中开始，6月几个月，7月26，其实嘛是要差不多1个月，安尼算起来差不多2个半月这个时间。但是咱讲过去一时间的时阵，欠价500多例甚至这个咱讲降袂落来，但是咱等来看这波疫情啦会当降到18例啦另外，这个台北市12例，新北市6例，这个关键是啥物啦尤其咱讲有的人要拼清零，但是清零可能有的人嘛想讲唔免啦，即阵爱甲这个病毒共存啦咱看18例这个18例啦这个意涵到底是啥物？咱先请教这个洪医师来甲咱说明一下。是，今日有这个18例这个成绩，其实是靠大家共同的努力。一方面是靠包括台北市政府。过去可能伫咧市场的部分啦，伫咧夜市的部分啦，伫咧万华这南机场的部分，零星的即寡社区的即寡感染某一程度可能大家期待台北市政府用咧搁较努力者。是。开始伫咧过去几工啦，上少1礼拜来，台北市政府伫咧这个所在，因为应该爱做体检也好啦，应该做疫苗也好啦，做关节也好，拢有咧做。是。真欢喜的，今日看台北市是虽然12例，伊代表什么意思？虽然遮尔大量伫咧做体检，其实社区内底因为是国有，不过迄个乌素某一个程度是感觉上，毋是咱遐尼烦恼的迄个部分。是，所以对即个结果来看是代表讲，咱过去2个月，也是讲1年外、半年外，大家安尼遮尔艰苦伫咧做即个防疫的代志，伊的成绩慢慢去看着啦。OK，所以某一个程度今日。大家嘛咧期待12号，你就紧宣布3级警戒用咧慢慢松绑降级，结果指挥官伊真明确就甲你讲12号莫讲，爱用到26。OK， 某一个程度对我来讲的是伊有搭配一寡配套的措施啦，配套的措施就讲看起来好像感觉是2.5或2.8的这个警戒啦。OK， 毋是真正讲3级的迄个警戒安尼缩白啊很严格啦，这个有足重要意义啦，是，因为我对2个部分来看这代志。第一个部分来讲，真正咱若看来讲疫情较稳定了全部该松绑国外足侪国家拢共款的例啦，英国也好啦，日本也好，马上伊就全部清关啊。所以咱未堪的搁再有一波的清关啊。是。第二个部分我感觉这是足好的，特别对台湾人来讲，咱台湾人的性格拢是马马虎虎啦。不要紧啦，清清菜菜。OK。3级咱会紧张啦，因为迄个会死人啦。2级咱感觉安尼拢无代志啊。所以爱去佚佗就全部佚佗，拢总出去。爱去食饭的就搁走去饭店食饭啊。是。迄个风险足大的啦。所以咱即阵搁用2礼拜时间大家慢慢用某一个程度是松绑的第3级警戒。是。我拄仔讲的可能是2.5， 2.8。慢慢去适应讲，咱伫咧心理上。知影咱台湾真够有即个疫情的风险，但是伫咧做法的方面，有可能某一个程度爱注意，某一个程度咱用其他放松是，一步一步放松有一寡基本的物件，主持人拄仔讲的，戴喙黄啦、洗手啦，还是讲社交距离啦，这拢是基本的物件。一个足重要的，咱蔡总统讲的，希望到7月底咱的疫苗的覆盖率用咧2%或2.5%嘛，这个若做会到的时候。其实咱的风险用咧降低到足低啦。是，其实我感觉伊这个换取空间啦。有影，这个搭配可能是咱甲这个疫苗这个涵盖率有真大的这个关系啦虽然咱讲疫苗豆咧入来，但是这个拍这个做的这个速度其实爱搭配着咱规个要甲降级落来，甲民生有条件放松，其实是相牵连若是讲你一个手。
3级到2级啊吼，啊其实有一寡这个部分无去做搭配，啊疫苗这个注射率无甲称悬的这个话，其实咱讲吼，一波疫情就亲像讲其他国家解封了，确诊的人数就爬起来就称悬啦吼，所以咱看讲。3级警戒延长到7月26，但是民生产业这个吼，豆豆来放松放宽，其实自7月13就开始啊吼。亲像讲咱吼，这个有一寡这个吼局会啦吼，即部处吼有一寡这个咱讲开放的这个部分，比如讲吼高中以下这个校园内底吼，咱会当吼。鼓励民众来去做一寡这个运动，运动场开放互你，但是有一寡这个设备吼，我是无开放的吼，就是这个运动场这个部分，尤其吼这个校园内底嘛是要顾一个出口，你嘛是要做一寡这个人流的这个管制等等吼。另外伫咧吼食食这部分，大家真关心，啥会当开放这个吼伫内底食咧，伊有一寡这个座位，咱等下咱看另外一张图啦吼，梅花座也好啦吼，保持过去有一寡这个距离吼，保持咧，袂当做伙食，咱讲吼穿一分一分啦吼，毋是讲大家量硬来硬去的这个部分，也是你要食个饱吼，白费这个袂使吼。另外咱嘛鼓励讲吼，出外你就要时啊挂喙炎啦吼，伫夜车的这个部分，共款啦吼，嘛是鼓励大家吼去甲物件。摕转去食吼，莫搁伫即个外口啦吼，哪行哪食啦吼。另外伫咧展览馆、电影院这部分嘛是有条件来去开放啦吼。有人讲为虾米开放这个电影院无开放吼？一寡这个剧场吼，电影院咱讲伊是这个放电影互你看，咱讲有一寡这个演出的这部分是双向的吼。这个舞台顶有人伫遐演出所以吼有一寡这个双向可能会惊这个感染的这部分所以开放电影院吼，但是嘛是有一寡限制，即个伫遐100人以下吼，全面。拢袂当来做接视啦吼，咱讲吼，这个交通的这个部分，伫咧国道休困站遮吼停留这个1点钟以内啦吼。另外吼，伫咧国家风景区哇，大家吼可能想要安尼来去消透一下，但是风景区你爱吼先注文吼，伫咧现场嘛是爱共款做人流的这个管制，旅行团是9人以下啦吼，安排2个人一间，还是讲1个人一间啦吼。咱讲7月13开始，遮的这个措施就开始来去做进行吼，但是延长到7月26吼，所以咱搁继续请教刘医师啦吼，安尼一步一步来，是毋是？心理上也是讲吼，莫甲这个国外共款，一个手甲伊放宽，咱的这个确诊数都个称悬，这是台湾甲所有国家爱做无共款的这个所在。今日听到这个新闻吼，实际上真欢喜啦吼。咱用科学的一个数据来看吼，这是咱台湾的进程吼，就是讲。咱的 RT 值吼，实际上吼已经这几礼拜拢已经比3吼会小于1啦吼，比1搁较少啊吼。即马超0.34这个数据啦吼。咱实际上咱有差不多咱的病人差不多有79.3的病人，实际上已经拢恢复健康啊吼。是，甚至搁较悬吼，8成外啦。已经8成外吼。所以呢，实际上咱的底是足在吼，咱的底足在。但是咱无讲随只要都拢规个甲开放吼。是。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啦吼，因为慢慢啊来吼，安尼行才会稳才会长啦吼。我想咱大家拢有看过嘛吼，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你只要一开放的时阵，马上就搁清起来吼。咱当然尽量爱避免这个情形啦吼。慢慢啊，就是讲咱咱。今仔日有这个毛病的时阵吼，有一样代志足重要，就是讲你今仔日莫有病毒毒死，但是咱袂使去咬死吼。OK。所以目前一部分的经济，咱慢慢啊甲开放来吼，互咱的咱的百姓啦，会当讲拢有会当开始较慢慢啊接受正常的经济生活来吼。咱讲清零这个问题吼，原则上我是感觉讲莫去想清零啊啦吼。这个咱即摆应该有一个慢慢一个观念，就是讲。咱即马含这个病毒，咱无可能把所有病毒拢杀掉啦吼，所以慢慢就是讲，咱甲病毒爱共同来生活啦吼。你有当时啊接不一个，有当时啊不一个吼，一寡病毒走出来时，大家实际上毋免紧张啦吼。这因为伊一定含你同齐共同做伙啊，所以无可能甲伊拢规个清掉。是。但是慢慢就是讲，咱所有的人吼，拢预防性来当拢做。你今日就是若是有问题的时候，你嘛袂讲有着迄个动静，你敢若感冒，安尼敢若流感啊，这个情形之下，实际上是无要紧啦。OK，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流感，也是讲吼，这个病毒流感化吼，这嘛是过去咱有咧讨论的吼，就是讲其实嘛有人讲哇，这支吼 Delta 好啦吼，伊是
无遐尔严重吼，有人讲华语讲这个小喽啰吼，这是李炳英医师来讲的吼，伊毋是这个大魔王啦吼，安尼比较起来吼，伊有安尼这个讲法，但是咱自这张图来讲吼，过去伫咧咱台湾流行也是这个 Alpha 吼，就是英国变种病毒这只啦吼，非常的这个干挑，咱自5月来啦吼，咱看到头拄咱嘛讲过，一天500多例安尼来去进行，到6月时阵有当时啊，咱看到讲已经降到100例以下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小连续10几天来拢是100例吼，这个吼50例以下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张图会当代表讲，咱过去甲这个吼其他国家无共款的这个所在，佫是啥物？咱佫先到这个卢医师。我真赞成讲大家讲的吼，咱即马大家努力遮久啊，即马迄个 case 减少到这个程度，提醒大家爱佫较小心的。OK。因为这个病毒实在是太厉害了。你若一个无小心，伊就规个佫传出去啊。所以即马case 甲遮尔少来吼，唔好伤大意吼。你若讲无注意吼，大家伤赶紧，大家拢想要出去佚佗，无得靠伊就佫夹起来。是。所以大家要小心。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照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规定吼，豆仔来一步一步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吼，一步一步来啦吼，这嘛是咱甲其他国家较无共款的这部分。咱看其他国家，亲像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虽然因的疫苗注射率、涵盖率真悬，但是因一个手都甲喙安摕掉去。咱讲确诊的，有当时啊，咱看这个英国也好，也是讲美国也好，2万例、3万例，这款案例产生，这个数字有影是惊人吼。但是因讲，这个疫苗注类会当轻症的吼，莫互伊变重症吼，重症莫互伊变这个死亡案例。咱讲疫苗是有伊的这个效用，但是伊真正毋是所有的这个万灵丹吼。但是咱真正嘛毋望这个咱的疫苗覆盖率会当提悬吼。继续咱嘛要过来看另外一支新闻片段吼，就是咱讲的解封这个部分吼，咱过来注意啥物？先做来看。为了提高对新冠肺炎的防御力，总统蔡英文进前表示，希望7月底前个人疫苗的注射率会当达到20%至25%，差不多575万人。有人认为讲，只要疫苗的覆盖率达到60%，就会当达到群体免疫。英国国内专家是讲，无共抢白疫苗变异株，也甲个人的体质，拢有可能影响抗体的产生。任何疫苗保护力拢毋是100%。因为变异株目前看起来至少要再降2成啊，所以你可能从9%变成8成，然后从7成多变成5、6成，所以你要打的人就更多嘛。因为7月12日3级警戒伫要到啊，行政院当伫评估解封的可能性。有学者是讲，国内疫情持续降低，RT 值有效传染数已经连续1个月比以较细，解封的指数差不多0.32。只要搭配着入境采检3解，提高疫苗注射率，佮针对着可疑感染源，正确来体检，疫情警戒应该会当一步一步科学解封。通常在流行热期完之后，一定还是会有隐性感染的个案，它因为这个传播链的关系，还是会存在社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善用我们的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疫调。专家提醒，新冠病毒会一直变。注疫苗有一定的保护力，会当减少重症也甲死亡的风险。因为病毒也是以喙烂手甲接触感染为主，所以也是爱落实过来洗手、挂喙安这卫生的习惯，才会当控制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嘛讲到吼，7月底吼，咱要拼这个疫苗这个注射率吼，来到2成5，甚至到3成。咱讲即阵已经有700多万ton这个疫苗吼，安怎来去好法来做，有效率来做吼？若是有人真正吼放昏鸟的，咱就紧开放哦，这个后一波来去做啦吼。所以咱讲吼，注疫苗真正真重要。咱有即阵有这个 AZ 也好，有这个 Moderna 也好啦吼。咱比较起来，其他国家真正是真幸福。虽然即阵吼有人讲较慢，但是你若去看讲一寡注中强科兴疫苗的这个国家，咱看吼新加坡啦吼。即阵因要甲迄个，咱讲吼，即个科兴疫苗排除伫咧因讲有效注射的即个认证即个部分吼，因有一寡吼，咱讲真正无效的即个部分。另外，咱看到印尼啦吼，有14名医师因为注即支科兴来去死亡吼，咱讲吼14名内底有10个人啦吼。
效力真正备受质疑。另外，泰国这部分有一个主食集团讲有5个医疗人员来治病2个人带入去这个加护病房这代表科兴疫苗甲 AZ 比起来，无法度提供有效的这个保护力啦切入这个国家内底因是安那？注第一剂第一档有差不多7%5%，但是这个科兴内底占8%3受到变种病毒的这个影响，6月中各界来封城马强质疑讲因为伊使用中共科兴注价差不多40%啦伊每增加1%这个疫苗这个注射率颠倒，和确诊人数增加3%，1%比3%真正。这支方式真正袂当做的，咱先来请教这个洪医师啦咱嘛看到讲，其实伊是有受到 WHO 的这个疫苗的这个认证但是其他咱国家看起来，面对变种病毒真高贵，科兴就是无法度甲伊压好掉，无效的这个保护力是毋是做了就是真正对其他的国家来讲，颠倒是咱讲疫情欠悬的这个原因。你咧科学界的这研究足清楚的。中国制造的疫苗，不止这支科兴，其他疫苗拢同款，因为效果拢差不多用咧提高咱的抵抗力、免疫力5成，搁加一丝啊。是，即若按照一般的这预防性的鉴定来讲的时候，认定来讲的时候，上少拢爱6成几。是，即伫世界其他国家在。伊拄过这个标准一丝啊。伊还未到，伊还未到，49%啦。紧急授权的关系，所以。伊即批中国制疫苗，早我都大量伫咧生产，销去外国去。是毋是真正有效？我相信新加坡的政府，因的专业，一定是交咱台湾政府共款。咱是民主的体系，毋是讲顶面的政治人物讲，即个会过就是会过，袂过就袂过。伊一定是靠专业来做鉴定即个代志。是，所以到底即个科兴即支疫苗有效无？我来举2个例一个例就是讲请观众朋友特别来甲咱注意。我这个右边这个手是科兴疫苗，伊现在这种款。是，即叫咱台湾叫咱台湾你咧注流行感冒的疫苗同款，是一体成型啦。OK， 就是这个针筒内底0.5 cc，所以你看它是比较胖是较大颗。然后你看另外这边，这是最爱国的香港特首，OK， 伊要宣传中国系爱用国货啦，所以就来注疫苗，开记者会，是，你有注意到无？伊注的这支疫苗那会真奇怪，闪闪登登啊，是，这个针筒啦，1 cc 的针筒，叫咱进看了这个有一点不一样 ，OK。所以嘴是讲爱用国货啦，但是注落身躯伊会算对于伤害上少的物件。OK， 所以伊嘴里讲是注这支科兴，但是伊可能换另外一支啦。但是咱台湾共款有一个艺人啦黄安啦，走去中国。OK， 伊伫对外宣传讲伊伫咧中国祖国打到疫苗呢，搁传咱台湾啦。是，但是你注意来看。伊的迄个记录内底迄支疫苗科兴疫苗甲注了伊讲2句话啦，是完了，完蛋了 ，OK， 完了是讲注了啊，还是讲这支射注了，伊拢无感觉疼，所以足紧就注了完蛋了，这才是重点啊，是，伊可能嘛要期待交这特殊共款，要注这支爱用针抽出来。无论是叫做麦当娜，还是讲叫做 AG， 是，拢嘛是爱用针筒抽出来。伊其实是心肝底无想要爱用国货。是，所以咱嘛看到讲这个科兴啦伫咧这个中共国内，其实无看到讲有这个任何这个死亡案例，但是国际上都是有遮尔啊济啦继续佫请教这个老医师中共可能无法度公布注这支射亲像咱讲有不良反应，逐工安尼公布是讲甲这个疫苗时间上有关联的，咱拢安尼做一回甲公布。中共就是干那这2支这个科兴佫另外一支复星的是你安怎看咧？实际上是安尼啦我感觉中共足侪的科学的物件拢砍掉咧啦所以伊本身一开始的时阵，因这个疫苗开始出来的时阵，实际上伊嘛无甲足侪因详细的资料甲全世界去宣布。所以阮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伊先甲
一开始就反对注这个预防针吼，因为这个预防针咱唔知伊到底是安怎来，而且伊做的方式是用迄个减毒的迄个方式来做。咱减毒的预防针，咱自以前做到即，这是一个旧的技术啦吼。以前甲即目前过来咱看伊的效果吼，拢差不多伫这50%、60%这个卡达。是。所以伊无法度愈悬。所以伊一个好处就是讲，因为伊是旧的技术，所以伊会当一开始就大量生产。所以毋则个用大量生产，所以去援助足侪国家嘛吼。当然有足侪国家有诶加减有效，有诶你若讲有换迄个新的病毒的时阵，伊就无法度啊。OK。所以迄个智利吼，因为什么出现这个代志，这就是一个足明显的代志。是。新加坡甲即位刚宣布讲有注这个社，等于无注。等于无做，所以实际上我想新加坡人真有魄力啦吼。OK。这种物件就是讲科学来根据吼，有效就是有效，无效咱就是莫用安尼。是，咱嘛看到讲吼，其实新加坡内底啦有几啊支疫苗咧做吼 ，BNT 也好啦吼，另外咱讲 Moderna 吼，其实嘛有咧做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敢若吼无承认这个科兴这支啦吼，代表讲伊真正无效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例啦吼，讲等咱台湾，咱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咱有这个 AZ 啦吼，这个是腺病毒吼，这个疫苗。另外咱嘛有这个 Moderna 吼，这是 mRNA 这款这个部分吼，其实咱搁请教这个卢医师啦吼，即阵咱拢总加起来有700万。过去有人讲吼，男咧做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我第一期做啥，第二期做啥吼。但是这部分吼，互民众来去选，甲互医护人员，因为真侪医护人员是咧第一批的时阵，就拢做 AZ 啊，为了保护因吼，咱讲会当开放，互因做 Moderna 来去注射无，还是讲吼一般民众嘛是会当对这个封调咧，你安怎看？这疫苗咧做研究的时阵哦，无共的疫苗，伊是家己做家己的啦。所以这人咧做这款做法哦，即卖研究较少。是。渐渐有人伫做这个研究，主要是因为讲，伫个迄个欧洲啊，注迄个 AZ 疫苗了，有的人会发生迄个血栓的副作用。OK。所以伊想讲安尼咱等着这个副作用就歹啊，那不如换迄个别款的来做。第二针换别款的，所以因开始研究这个混打，就是人咧做这个做法。是。研究出来，即马看到几啊个研究，还不错。就是讲先做 AZ 了，佮做迄个BNT 辉瑞疫苗吼。是。抗体袂歹。副作用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是。所以即马有个国家，好比讲加拿大甲德国，伊拢有建议讲吼，你不管你第一针注啥物，你第二针袂使改注这个我们讲 mRNA 的疫苗，就是 BNT， 还是讲迄个莫德纳的疫苗安尼。所以人咧做这个方法，将来无的确会愈来愈普遍。OK， 只是讲吼，咱嘛爱考量到咱即阵有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数量啦吼，咱阁先请教洪医师啦吼，咱即阵头仔讲到吼，即阵加咱今日入来吼113万单吼，超过700万，咱讲吼差不多即阵吼 AZ 较侪一数啊啦吼，但是就是惊吼，这个民众去选啦吼，但是咱嘛讲到，虽然会当吼第一针做啥物，第二针做啥物，可能是未来会当去认可的，但是现主时咱的疫苗有限的这个情形之下，会当先开放第一类吼。过去咱讲医护人员伫遐挡真久啊，AZ 的保护力有人讲吼比这个 Moderna 较减一丝啊，所以我第二档补 Moderna 补一个安尼啦吼，但是民众这个部分就先莫开放，安尼咧，敢会使？咱台湾的这个政府吼，针对疫苗的这个注射吼，伊的顺序吼。分做10点嘛，大家拢真了解的代志。医疗交防疫人员拢是咧第一类啊，就代表讲，咱要去拍赢这个疫情，上重要是要靠这阵医疗护理人员来保护全民的健康。所以这阵人就是第一批，就一定要注疫苗。若尽量爱有效，就是要注2剂嘛。咱这阵的规定是安尼，卢医师都有讲过，因为过去即款药厂的研究，拢是用于家己迄个研究发展的即个疫苗，所以拢是共款一种嘛。所以所有的数字大部分拢是看到，拢是共一种疫苗，注2剂，伊的效果是安怎？拄卢医师嘛讲着，因为疫苗到货的顺序，还是讲
各种原因，大家发现讲有副作用还是安怎？所以爱改做第二剂是其他疫苗。啊嘛，发现讲效果袂歹啊。所以咱中华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伫咧过去半个月就开始一直咧做这方面的研究。啊，提出无论拄啊卢医师讲的，咧欧盟这边，还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吼，因实际有这种混打的一个结果啦。OK， 发现讲效果颠倒是更较好。啊，所以咱嘛甲中央指挥中心吼建议讲，敢有可能，特别是医护人员伫咧真早进前，咱就开始做第一剂啊。到即阵第二剂，敢有机会来选采我莫达纳还是其他的激光疫苗，加强这方面的效果。OK， 特别是咧有这突变种遮厉害的这个时间，咱若无考虑要做第三剂的时候，第二剂做无共款的品牌的这个混搭，其实是上好的选择。啊，咱中央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吼，伫咧2礼拜前对这种建议是完全拢无考虑啦。但是我知影咱陈部长吼，伫咧2、3天进行记者会，伊开始爽快啦。爽快来讲，伊要研究看。有咧研究啊啦。啊，研究看卖的意思就是讲，若是讲有法度摕咯实际的这个证据，证明讲伊是有效，然后无啥物副作用的时候，基本上我相信。这个机会是有可能存在。OK， 咱继续请教刘医师啦吼。咱头拄你嘛有建议着吼，第一档因为是 AZ 吼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可能这个因要较强的这个保护力，尤其要搁可能挡真久的这个部分，咱解封了后，嘛有真大的这个挑战吼。无论是真侪种的这个变种病毒，一直变来变去，所以第一线医护人员是若是讲吼，这个第一线已经做 AZ 啊，第二线咱讲指挥中心就会当吼将善如流啦吼，是安尼吗？我想吼，咱一寡科学的迄个数据吼来看吼，你 AZ 加 AZ 的时阵，伊的保护力差不多60%啦吼。啊，你若 BNT 加 BNT 的嘿，差不多伫95吼。是。啊，因为咱迄个一开始的时候，咱无迄个预防针，所以咱的医护第一线甲基站的医护差不多拢是做 AZ 吼，差不多拢是做 AZ。啊，你若讲 AZ， 咱的医护人员拢干那60%的保护力。实际上是无够啦，无够吼，较欠啦吼。啊，咱最近因为拄啊好有一寡德国即马已经公开建议混打吼，混蓝做伙做吼，这是德国国家的建议。啊，咱最近迄个英国的迄个牛津大学吼，因嘛拄啊好做一个迄个报告拄啊做出来，因嘛是内底佫特别建议讲，亲像台湾真安尼。疫苗吼，较无遐稳定的国家吼，实际上迄个蓝做伙做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啦。OK， 嘿啊，内底是安怎差？你 AZ 加 AZ 加后壁一个 messenger RNA 迄个疫苗的时阵吼，效果是上好，伊的效果增加10倍吼。OK， 增加10倍。是。所以这阮实际上医护人员大家拢咧等这个会当男咧做。OK， 我相信啦吼，先互这个医护人员这个需求吼，特别来去互因达成啦吼，因为过去真正吼。真正咱讲啊，这段时间拢是这个医护人员甲咱守护，啊，民众的这个部分，咱这阵就是拼涵盖率，会当第一下，还是讲第一档，大家拢做过，啊，咱讲这个 AZ 吼，因为前一波拢是这个咱讲医护人员先做，所以因第二针会当去激，吼，这是较实际上会当来去做的啦吼。另外，咱头拄嘛一直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台湾真正真幸运吼。2个月内吼会当降价吼，亲像咱头拄讲的18例以下啦吼。其实咱来看全球的这个部分，全球疫情也阁是真严重的。虽然有的所在嘛已经做预防针，但是因伫咧吼开放的这个部分，就是无咱遐尔这个诱路啦吼。会当安尼来讲，咱来看讲吼，这个南韩虽然因做预防针吼，这个比例嘛是一直来欠悬，但是因咱嘛有讲过啦吼，是创下半冬以来吼一个破千的这个部分。另外共款吼，印尼遮。嘛是真恐怖吼，咱昨嘛有讲过吼，差不多逐工拢是破万的吼，这个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嘛是一直咧增加。连防疫模范省澳洲遮吼，咱嘛看到讲吼，确诊的这部分嘛一再吼咧发生。另外，因嘛要加强因封城的这个日头，延到7月16啦吼。另外，美国遮 Delta 病毒株已经是这个主流的病毒株吼，差不多过50%这个确诊病例拢和 Delta 有关系吼，但是因已经变。这个吼疫苗涵盖率有咧起来吼，但是比较
这个4月加这个7月啦吼，因拄过这个吼独立纪念日吼，就4th of July 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因疫苗伫咧7月吼注射的人是加较少，但是咱嘛鼓励讲吼，因疫苗有吼，所以咱看到讲，因爱继续来去注疫苗吼。Turkey 遮吼7月初5开始正式有3个人吼是治疗这个 Delta Plus 啦吼。另外，这个以色列这个部分，咱讲过去。伊嘛是一个疫苗的这个典范吼，因为咱吼真大规模来去做到第2社，超过6-7成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因为这个 Delta 病毒株啦吼，咱嘛看到讲有一寡吼病例数一直咧增加，但是咱过去一直咧强调，因甲英国共款，因这个做疫苗社涵盖率有到一个比例，咱讲因虽然确诊数增加，但是因这个吼重症的这个部分，拢会当。看较无去啦吼，连死亡这个人数拢会当有效来去降低啦吼。另外，咱搁要回过头来讨论着讲吼，咱台湾啦吼，这回会当吼7月13开始有一寡吼，这个有条件的这个放宽，有条件的这个放松啦吼。咱讲吼，真正是靠过去咱一段时间的这个累积啦吼，先做来看咱的这个报道。三级警戒搁再延长到7月26，但是7月12有条件未解封。今仔日下晡各部会针对未解封的规范内容对外说明。高中以下的学校户外操场的部分，这个就是所在地方政府的防疫措施来适度的开放。室内外的运动场馆方面基本上是适度开放，但是它的限制。任何的场域内的容留人数只能有最适承载量的1/4，也就25%。教练授课前要进行抗原快筛，每7天要快筛1次。同时要求要缩减堂数及人数，每堂课程也要间隔至少1小时。因为我们的风景区管理处一类是属于封闭型的一个景区，像野柳地质国家公园，它是开放，原则上是开放单一入口来进入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里头也是会有容留的管制，户外仍然是禁止10人以上的一个社交活动所以原则上我们就开放小型的国旅团的组团，那每团的人数是9人以下。在咧经济活动方面，餐厅内容以个人套餐为主，百货公司美食街食物件的人敢若较早的一半。一般夜市爱打商嘛鼓励用行动支付，避免接触。卖场的美食街管理呢，必须要采用梅花座，并且要用间隔隔板。确保1.5公尺的防疫距离，而且呢，点餐必须个人套餐的方式或合餐。百货公司的美食区，因为它的情况稍微特殊，我们特别要求这个容留人数必须只能达到1/2。最重要是传统市场和夜市的服务人员呢，要落实戴口罩和手部卫生，而且我们鼓励这个夜市跟传统市场尽量多增加这个酒精或其他的洗手设备。那么也鼓励尽量使用非直接接触式的方式来付款。在展览馆部分的话，原则上采取一个事先预约，然后准时到馆，那分时分流的方式，开放闭门式的就是没有观众的排练，然后摄录影跟直播。未能佩戴口罩的演职工作人员，应该在入馆的首天提供快筛阴性或是 PCR 检测报告。电业的部分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们也是建议采用预售的方式，全面禁止饮食。真正怪袂掉7月12未解封，民众也是要配合挂嘴烟、实联制，保持社交距离，兼顾生活甲防疫。记者综合报道。是有影咱看到讲这个指挥中心有这个新的这个指导啦咱看到讲7月13开始零时，咱就会当做一寡有条件的这个放松啦咱讲食食开始这个清查啦就是你说这个百货公司也好啦这个大的这个部分还有行动的这个部分交通的这个部分，拢总有一寡这个新的这个部分。咱来看到讲这个食食的这个部分咱看到讲这个制度你若是要伫内底食。咱讲这个餐厅也好，也是讲这个小食部也好啦拢爱去做一寡调整。咱讲这个桌都爱安尼摆啦1点5公尺，甲过去差不多共款啦另外，这个就是倒向下大家安尼脚趾拼对脚趾拼，莫安尼。咱讲会当有这个暖手互相传染的这个部分但是咱讲这2个月以来一定有一寡人改变伊的这个食食的这个方式，大家已经惯势伫家己煮，也是讲买回来就是伫厝里食，伫外口咧食这个颠倒较无习惯。咱先来请教洪医师啦对食食的这个部分，你家己这习惯的这个改变是啥物？也是讲咱即阵有即讲
恢复，咱讲会当内底食，你敢会搁内底食咧？基本上这边的这防疫的工作吼，互咱学习到一个讲，要安怎做好咱家己交公共的卫生。是，假设就是一个足重要、高风险的活动啦。我印象足深刻，我一个学长吼，伊即阵是围攻苗栗围攻医院的院长，陈正文教授。是，伊捌甲我讲过一句话，伊感觉伫咧这半年来吼，因病院防疫吼。做真好一个足重要的特色，就是拄仔讲的，是，伊规定内底员工吼，食物件的时候吼，每个都要面壁啦。哦，每个都要面壁对着墙壁，袂使讲话。迄个拄仔讲的1.5公尺吼，要扭开，安尼用个减轻拄仔讲的感染。是，咱台湾人吼足热情的啦，所以食饭吼，搁啉酒啦，逐个搁喝酒群，然后讲话搁足大声，迄喙烂其实是拢搁喷出去。特别是吼，咱即摆已经有改善啦。你过去，咱搁对要食、要摕食物，拢嘛是用家己的猪去摕。咱即摆渐渐因为咱的乙型肝炎的控制，慢慢有迄个概念，公筷模式，所以变做算讲，大家摕来大家盘吼，然后卖去人做伙。是，即款习惯咱也有法度去维持。因为即件的疫情的关系，大家搁愈重视的时候，基本上伫咧未来啦吼，咱的公共卫生还是个人的卫生会做较好啦。透过这波疫情吼，咱改变咱的公共卫生，搁较透漏就是啦。对阮来做医生的人来讲，其实这是一个足大的危机啦。是，因为大家拢变健康啊，就不生病啦。这个咱未来医疗的形态吼，一定会改变啦。迄个改变就是，咱渐渐会对你咧治疗。即寡毛病了，还是讲你治疗，伊发生失灵了，即个残障了的照顾，慢慢会去看到头前愈重要的，免啊运用科技吼来做预防保健，甚至呢，把咱规个生活，还是咱规个环境，变做更加愈健康。OK，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是啦吼，这个预防保健的重要性吼，咱讲吼，这个可能这看病院的，还是讲看互医生看的这个人变少，但是这是一个好现象。咱讲未来改变一个方式啦吼，就是讲家庭医师，咱过去嘛一直咧讨论安怎落实来当透过这波疫情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亲像讲这个三重埔，还是讲吼这个新北市有一寡这个百货公司、一寡工厂啦吼，一个确诊，还是讲吼伫咧台北市真济吼，这个百货公司一个确诊，伊就来随做停业吼。共款新的这个指导内底嘛是有讲着吼，若是有确诊的这个话，因来做啥吼？百货公司卖场若是出现确诊者，吼，咱看到讲吼，伊这个确诊者是百货公司卖场的这个人员的时阵吼，确定的这个病例吼有接受的人，伊就要暂停伊所有的这个工课吼。共款伊这个内底吼，依照店家内底去画啦吼，伊若是即间的这个话，咱讲这所有的吼其他拢爱做停业吼。其实这就是要避免讲吼一个确诊全部停业的这个部分。但是安尼有啥物款的这个风险无？咱继续先请教老医师啦。我想即届迄个咱即个毛病开始要开放的时阵吼，有做一个统计吼，就是讲即满若开始要开放的时阵，你上爱做啥物代志？是头一个就是餐厅食饭啦吼，第二个就是出去佚佗啦吼，出去佚佗。我想大家拢关真久啊啦吼，咱拄仔洪医师有讲到讲吼，咱即满因为咱食物件的即个习惯吼，即届因为咱即个迄个疫情的关系咧，咱有一寡习惯应该会改变啦吼。咱以前拢会用迄个大家规桌咧食迄个即个方式吼，慢慢可能就是人一人一份，一人一份，一人一半的时阵吼，实际上这会影响到足侪咱的生活习惯。另外就是讲咱的一寡迄个毛病的传染吼，会减少去。而且即摆吼，大家拢挂喙炎吼，所以吼足侪毛病会无去吼，所以。即马以后吼，读医学的人后壁愈来无工课通做。是，我这两位医师的这个烦恼。但是咱嘛讲吼，这是一个好现象，就可能讲透过这回吼公共卫生的这个事件，咱下摆遮的这个医学系爱安怎选科吼，这嘛是未来当去讨论的。OK， 但是咱嘛讲转来吼，这回也有真侪场所也袂当来吼解封啦，譬如讲。咱即寡即个休闲娱乐场所啦吼，歌厅当然袂使。另外吼，即个 KTV 啦，唱歌，你有当时啊喙炎摕来开始唱，这就是烂手乌白喷的即个所在。另外啦吼，即个电子游戏场啦，还是讲吼，即个猎人的即个所在啊，健身的即个所在啦吼，等等遮拢总袂使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这为着要避免讲吼，
过去咱看艋舺这个所在吼，有真侪这个地点嘛好啦吼，也是讲吼这个场所，也是讲休闲场所啦吼，拢是较无法度，咱讲维持着社交距离也好，也是挂喙炎等等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限制可能搁真久吧，咱搁继续请教陆医师。是啊，我感觉大家爱搁较忍耐咧吼，但大家即摆都是要出去斗阵食饭，斗阵食饭你喙炎摕起来，大家讲话就是有迄个风险嘛。是。哦，啊，你若真正忍袂调，我建议你去室外的场所活动，哦，你去爬山，哦，啊，山顶人少，是，哦，啊，落日头晒落，白肚拢嘛拢死了，安尼你就较安全。是，哦，但是嘛要小心哦，啊，画迄个室外公园人足多，啊嘛是危险。哦，所以这个原则就是讲人多的所在莫去。是，哦，那你真正不得去爱去的时阵，你就要注意咯。迄落喙痒爱戴好，啊手爱洗等等的方法。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啦吼，咱7月26要拼这个3级甲2级吼，其实咱讲所有的物件拢是爱依照咱即阵咧做的吼，继续来去进行落去啦吼。虽然咱讲到吼，这个有淡薄仔无方便，心理上我讲我7月13本来就要解封啊吼，会当较轻松一寡。为什么搁要延2礼拜吼？但是咱讲这是未来啦吼，咱莫搁行入去这个疫情大爆发这个轮回啦吼，这个循环吼，真重要一步啦吼。咱看到讲吼，7月13开始啦，尤其一波疫情打开始的时阵，大家拢讲哇，这个去倒挂香转来就确诊啊，去倒挂香转来就确诊啊。所以即阵咱看到讲，一寡这个宗教场所啦吼，拢是有条件来去开放，但是吼有一寡这个所在你都爱做套牢，你才会当来去做开放啦吼。啊，但是有一寡这个进香的这部分。吼，也是无法度来去进行，然后这嘛是为着要避免讲，咱若是搁有第2波疫情，咱真正有法度甲伊控制落来吼。另外，咱嘛要继续来讨论着讲吼，过去有一段时间来啦吼，咱的这个死亡率吼、致死率吼，比其他国家有较济淡薄啦吼。过去一段时间，咱嘛听着讲吼，这中祥顺这个医师啦吼，伊是真专业的这个医师，伊嘛讲，即寡人有当时也是救会倒来，但是咱伫咧疫情较累即个抗战，咱有签一个叫做 DNR 啦吼，放弃去救即个部分。其实 DNR 嘛毋是第1天、第2天，咱台湾的执行吼，进行即个几啊冬啊吼，其实踮即个抗战来继续请教洪医师啦吼，即个观念嘛是真重要。第一个是咧医疗量能的即个部分吼，第2个就是讲吼，咱真正对病人来讲，好好啊离开是一个吼真大的即个咱讲莫遐尔艰苦啦吼。咱先来请教即个洪医师 DNR 这部分。啊，因为伫咧今年5月的时候，是咱台湾疫情吼上严重的时间点。咱嘛讲过，这死亡吼会发生吼，是咧这确诊后壁的叫做落后指标啦，会差10天到2礼拜。所以基本上疫情慢慢咱伫5月到高峰维持伫咧迄个高点了后，慢慢咧落来的时候，咱发现讲，死亡率某一个程度又搁起哩，到真后壁才慢慢落来。今日剩2个、3个，这是一个是足可喜的现象。但是就是讲，到底即款确诊的病人，伊变重症，啊，伊爱插管，然后到底后壁要维持伊的性命，这是我相信每一个医生拢咧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应该医生是有加减有迄个能力啦，来判断讲，你咧即个状况变做重症啊，变做爱插管啊。后壁伊复原的机会是偌济？是。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讲，咱若努力甲拼到底的时候，伊敢有其他的并发症啊？的风险啦。OK。大部分的医生，咱拢是咧讲吼，咱拼命甲治疗了后，会互即个病人所体内的利益啦。但是咱真少啦，包括我家己在内，拢尽量拼命去讲吼。我真努力去甲治疗了后，伊会产生啥物无好，毋是咱期待的即款并发症。OK， 所以家属大部分拢听人讲，即个治疗带来的好处啦。较无机会吼去思考讲，咱拼到底是后壁会变成啥物问题？有一寡病尾爱去注意的吼。我印象上深刻是吼，咱即台北市联合病院的中医长黄胜坚。伊几年前我请伊演讲，伊讲过一句话，伊讲以伊的能力啦，只要吼头壳啦有机会搁念的
颔棍啊顶块啦，只是佫剩一张皮啦，是，伊嘛是有法度佫甲黏转去啦。哦，就是咱这个医疗是介厉害啦。咱台湾医疗是足好的啦，所以大家想讲哦，佫甲黏转去。但是伊无讲的一句话是讲，有可能90%变做植物人啦。OK， 一句话爱看两面啦吼。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咱台湾的医学的训练啦，你我的训练，我的年代的训练，拢是长久到底啦。有影。让病人死亡吼，就是改成代表讲这医生能力无够，咱的治疗会失败啦。是。但是今日是足清楚的，有一寡病拄啊讲的风险，还是讲伊造成叫做不可逆的一个结果。是。即咱即马其实是医学上足强调的，讲医生爱好啊，甲病人做一个说明，还是甲家属做一个说明，互家属甲病人吼做一个上好吼的选择啦。OK。DNA 是因为安尼过来的一个观念甲概念啦。有影。所以我其实对于咱中央指挥中心，咱的指挥官也好，还是咱的专家也好，我拢足尊重、足钦佩伊啦。但是我看到张教授这个发言吼，某一个程度。我嘛感觉讲，伊可能拢伫咧医学中心，拢伫咧急重症，拢较无机会看到 DNA 概念。第二点，我上惊的是惊啥物货呢？为了避免讲咱的迄个死亡数字吼，不是那么好看啦。OK， 所以就是一定要抢救到底啦，救到底啦，莫互死啦。是。问题是，咱来付出足侪代价。OK。对病人来讲，毋是上好的选择啊。有当时对病人其实是一个拖磨伫咧吼，有影。好好来去离开吼，嘛是一个咱讲吼，即阵会当去看到吼，这波疫情咱学到一个吼，咱讲驾驶伫吼，继续搁请教老医师。咱拄仔讲迄个4趴吼，即马是讲全世界第一名啦吼。实际上吼，歹势我摕即个图吼，即个图实际上咱全世界国家内底吼，是迄个病疫先开始的时阵吼，实际上拢是悬吼，死亡的拢是悬吼。咱看即看即面这拢足悬的吼，有诶，甲10%以上啦吼。加尾下来的时阵，咱即摆讲全世界是2.1，差不多即个卡达吼。是。但是迄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咱台湾若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咱未4%，咱未4%，咱一定直落来吼。所以这是即摆个。另外一项代志就是讲，咱的base 可能无够宽，咱的基础的迄个分母吼无够济，所以咱的感觉上，咱足悬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假象吼，这是一个假现象吼。我想为吼，咱医生拢是人心啦吼，医生拢是像拄仔洪医师讲，拢是拼命甲救吼，拼命甲救。但是咱台湾实际上咱的健保内底吼，这种无效的医疗吼。每一年拢有几啊百亿的钱是咧开伫即个所在啦吼，所以咧，咱有一寡观念可能要慢慢咱改吼，像咱拄仔讲，因来当安尼真顺势吼，安尼转去吼，实际上是一个幸福啦。有影，所以咱讲到吼，即个部分吼，真正是咱这波疫情学到真大一课啦吼。上尾咱搁请教即个吼卢医师啦吼，咱嘛看到讲吼，有人咧期待即个 BNT 啦，咱讲12岁到18岁可能会当来去开放来做啦吼，即个部分咧，甲咱小说明一下。是这疫苗的研究开始拢是做大人，因为大人的风险较低，确定讲大人注了安全了，伊才去做囡仔。即摆 BNT 疫苗已经囡仔已经做了，所以美国已经开放了。所以我想无够偌久，台湾应该就有机会讲替这个青少年还是囡仔注这个疫苗。等长远来看哦，嘛是有需要啦，因为你若无甲青少年甲囡仔注起来吼。伊虽然讲钓着，袂讲介严重，但是伊会一直拖这个病毒，所以你要控制这个疫情就有困难。所以早晚大家拢爱做，这个疫苗来讲，大家拢爱做。有影啦吼，咱嘛讲到吼，即阵700多万吨的这个疫苗，咱讲7月底要变2成5吼，这蔡总统所来去吼，有一寡这个5万吼，咱嘛看到吼，这个注文系统、注文平台已经来上线吼，咱讲吼，可能伫后礼拜就当来去个登记啊，注文讲50岁以上会来去做啦吼，咱嘛讲一步一步疫苗会当继续来去进行啦吼，咱嘛讲到哦，针对着国产这个疫苗吼，咱有期待，但是伊真正吼，即阵可能嘛是因EUA上大的关键的这个时间啦吼，咱可能后礼拜嘛当讲到这个部分吼，
好好来去检查讲吼，这支车有通过啊无通过吼，啊伊可能的这个风险也伫倒位？咱台湾面对着讲吼，即阵吼有2支车吼，可能佫有这 BNT 啊国产疫苗未来啊吼啊第1期要做啥，第2期要做啥吼，这是讲吼指挥中心即阵都要佫来去思考啦吼。另外咱们讲着吼，7月26吼会当降级无？7月13咱会才有条件来去做一寡放宽这部分，但是继续虽然挂好势啦，今日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多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咱一定会搁见面，永世人相欠债，到大海也袂清。爱相信，咱一定会搁见面，雨会来。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还平安哦，部长。